相方向的走，金標玉樓，在那一邊，躺於街角不罕有。期望滾等，艱辛會戰勝厄運，世道卻沒法許可這公允。一雙雙抵抗的手，握緊拳頭，面對困境，一天天逐漸消瘦。期待真理始終會勝過荒謬，渴望正義會安撫這傷口。憐憫的體恤各方的需要，如同主看顧，關注患難維護，誰憐無辜，為解受傷者痛苦，無謂的擔當弱者的肩膊，無負恩典付託，不理會危牆高，仍然祈禱，要將福音於手裏宣告。粉飾的安穩怎會單享永久？被壓迫的最終要獲自由。祈願天光，今天會透過你共我降落世上，要全人類也看見出口。憐憫的體恤各方的需要，如同主看顧，關注患難維護，誰憐無辜，為解受傷者痛苦，無謂的擔當弱者的肩膊，無負恩典付託，不理會危牆高，仍然祈禱，要將福音於手裏宣告。我確信世間國度從無屹立不傾倒，我確信以公正勇和平行事，有愛才是先導。憐憫的體恤各方的需要，如同主看顧，關注患難維護，誰憐無辜，為解受傷者痛苦，無謂的擔當弱者的肩膊，無負恩典付託，不理會危牆高，仍然祈禱，要將福音於手裏